随着中国煤炭产量的增加，空气污染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面对国际气候谈判中对国内污染的审查，北京当局因污染严重而关闭了高速公路和学校操场。据国际气象局称，昨天北京北部笼罩着大雾。欧洲议会首次向台湾派出的官方代表团在访台最后一天召开记者会，重申保护台湾的意义。在为期3天的访问期间，该欧洲议会代表团分别与台湾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立法院长等人会面。土耳其外交部长恰乌什欧卢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计划和预算委员会上提交了该部2022年的预算。恰乌什欧卢部长表示，与中国的关系是在互相尊重和利益的基础上开展。在这样做的同时，无论是在双边层面还是在国际平台上，我们继续强调，我们维吾尔族同胞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应作为平等的中国公民得到保护。最后，我们在联合国发表声明，与42个国家一起呼吁中国尊重维吾尔人的权利。美国国务院宣布，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价值6.5亿美元的 F-15战机空对空弹药设备。据新华社消息，载有154名研究人员的雪龙号破冰船从上海驶向南极洲，该船将在中国南极洲从山站和长城站运送人员和物资。该研究小组预计将在南极进行水文、气象和环境调查，并对南极海洋中的微塑料和夹带废物进行观察。纽约新当选市长埃利克·亚当斯周四宣布，他在明年1月接管市政厅后，头3份工资将用比特币支付。英国和法国仍未能解决捕鱼权争端。在英国退出欧盟之后，这场争端有可能会演变成贸易战。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弗罗斯特在巴黎会见了法国欧洲事务国务秘书克莱芒·伯纳，双方强调在下周初再次举行会谈。